区里一定是热心公益的那种，说的县里唔错，你懂这个。一贵家串烫千回用榴莲来对啊，装潢不是啦。榴莲做两年可能会九强强，穷球。他女儿也来现场，我跟一直想说，我外面怎么有一个粉丝在一直在拍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误会了，误会了。你看每个还没决定，你等下袂让佢落秀天啦。啊，做乜个分兩個來吵？咩啦？一講趕時間咩咩啊？最辛苦的事情咯，最幸福的事情係乜嘢？數鈔票。辛苦還是辛苦？辛苦的在那裡？這個問題。那還有想做阿婆？做阿妹是自願的，做阿婆是被逼的。爸爸哦，雖然當然要讓你變，但是到時候哭最慘。他會跟我一起嫁過去。買一送一的概念。對，像我準亞時係冇。關係啦，關係啦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中寶票。今日來到苗栗咯，有一個好笑的事情。我爸爸記得啦，今日你來苗栗時，就跟我講，妹妹啊，你係咩乜嘢？我來到苗栗時，我李總全部睇假咧。你每就秀逗去闖。對，我爸爸沒有數到啊。你看一家之主完全變做客服中心呢，有嘢擺有劇組，但會嘅印象哦，佢接到就通電話講，請問一下，你一篇做在報名。客家草有比賽嗎？客家小草。那打給雪玲姐吧。係啦，結果去這樣哭笑不得，排寫講吼，你一篇係自家自主啊，咩你做你一篇炒客家草牛啦。精神姐變做係客家嘅北部轉線哦。好了，沒有。啊，現在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的分享到嘅係阿俊斌師傅。大家好。阿斌哥好，就過嚟分享到係大飯區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大飯區。小大師傅好。好，三下來呢度分享到苗栗市嘅參賽代表兩公婆哦，英環哥、老雲露姐分享。手片起來，手片起來。大家好。起來，數片起來。那個心一下。太假了吧？差點照做，你看。哇！就嗰啲看到攬出嚟一片，可能係來自苗栗市5個基地係鼓手麥秀君、施文忠。歡迎。哇！你係鼓手中誒。我們看紅隊哦，哥哥姐姐，你用啥都苗栗市款面店哦。想教一下，你推薦乜嘅苗栗市好？因為苗栗市哈，它有特別現在南美三個公園也水上人家，好10年的老店，好也有炒米粉啊、三角圓筒，也得廚房堂站。跟水上人家嘛哈，然後卡就喺度給頭皮。水晶餃湯嘛，對不對？係呀。好。除了學嘅東西之外呢，哎呦，強壯我推薦一下。美食，咱苗時尚地圖有一張嫩仙草，加獻草真是用獻草灌去溫的。哦。當然這陣就3台桶嘅獻草，做乜溫和嘅獻草。哦。我有個凍好，按照兩下凍熟用個獻草灌去溫的獻草茶，做得大家有時間就係。較傳統啊。係啊，你凍都用粉去攪嘅咩？係啊，所以如果係後生嘅利用公婆不簡單呐。冇30歲哦。我都南苗市場台耶，我不知道這件，因為他比我年輕啊。對啦，可能廿年長開啊，1年半。哇！小記按到睇起架時候，正經來吃看那張碟哦。唔過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。做下丟起來，兩嘴要用粗排嘅方式。熱天菜式嘅蕎米老食材，沙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，真係兩嘴會丟出物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！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咧！好，又到我哋呢，我來翻這個一家之主牌。看嘢很潤也冇很潤啊，同埋佢話樣講咧，佢家先睇看下資料。來，黃色主食菜嘅部分哦，有一項係你最驚，我係最好頭上的某一個部位，我就提想到兩邊，看你等下咁有很大腦哦。我冇先講，好，來，香色嘅部分呢係配菜，都安全，洗咗都安全，黃色蕎梅也是走安全路線。我們先個派最少的猜拳。好，來，馬上下回講咯。我跟你說，英皇哥哦，可以了就懂不會猜拳。哦，這個是很會划拳呐，不是很會猜拳。對呀，你看。不會啦，哦。不會吧？來，剪刀石頭布。
，yes，我就跟你说他是云火龙队的。我讲的这么慢，吕永吹呢，来，来，刘贤来，强烈的建议，民主因为玩到风声吗 ？No， 确定 ？No， 你搞不拿够哦。好来，我先来2线一种。莫不应该看到。好，一张手，摸啊！风声的一张手嘞。哦，来看一下到底阿哥手的感情，我讲的就是吹。哦，变性啊，变性 ，OK， 莫搞啊，好强哎！好，看一下配菜，云如姐，高米笋，太简单了 ，Q 妹，搞不卡可以传糖呢？阿姑姐，对，糖醋太简单了啦，看到你的，来，好，来，哈，很爱来负责哦。好，我希望我抽到的是我讲的。先问头档的普布哦，你们每一个都敢吃吗？头档跟普布啊？不敢。都脖子以上，走在，摸住手的，摸住，鼻控会升级，鼻控，住手的，鼻控，手的，鼻控啦，都做对了。煮三马天梯，好，来咯，有看到吗？有哦，莫看哦。好来，国签抢魁牌，一梦发一片呐，简单。来。麦当劳的妹妹麦淑英女士，金华菇哎，把菇系嘛个东西。来，这杯米，挑妹，永博，来揭晓，猪个什么？你们敢选的哦？来，让公司我的地盘，1米家也有保用哎哦。你都也用面哦？我保用哎，来玩住啦。来，够厉害。玩住什么了？啊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哎。水煮的卵，水煮蛋也敢放上来。好了，我们就2个食材喽。好了，大家都煮到这个，有心情的食材来调羹用吼，煮出冇问题的啦，错冇？冇强的心子嘞，加油啦哈！好，所以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好，来看看一下蓝色的片2故事吼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加油！输我们的神鬼了，你比主持人没上进来。好啦，冇相关，马上来进下踢馆给挑战喽！来势汹汹啊，要用公婆。你们想要怎么处理那个猪舌头？我先问目标好没有？出水吗？我们今天来的目标係乜嘅？當然愛養。哎，挺愛養哎呀！剛才你給我一酸冬後菜，除到要給鹹酸甜的口味，對，這樣很家常啦，對不對？還可很做的啦。那我問你哦，老公好不好？很好，真的。講好。你用啥用認識的？年紀細位，那你介紹啊？假數給認識是不是？可以介紹那麼好的。哇，你看阿哥切菜，而且我發現也是阿哥的手啊，很大隻，有肌肉哎，這樣子。你看比高體能人家動肌哎，我走起來。我跟你說，他在社區裡一定是熱心公益的那種，做得獻禮。冇錯，你看。看你的事情避不開，懂給不？是這樣形容嗎？那寬夾面就下在人啊，爸爸 Q 用的面。真件懂給不？哎，真件。那個事情都會記嘅事情。唔會打，唔會打。因為就唔會打。哎，設計冇按重要。人來嘅冇錯。我個三米怎麼誒？阿哥對成個眼河，見到嫁出去嘅時節，我猜你一定哭最慘。哦，我有。爸爸哦，雖然當然要讓你bet，但是到時候哭最慘。他會跟我一起嫁過去。買一送一的概念。對，你們先準備一下，因為等一下馬上會唱死負天數，對不對？好，你必後聊都要得愛。好。影片看起來先錄過了哦，先稍微係啦，先錄一下，負責一些調油一些的養果酒。宮保會做嗎？唔識做過。那怎麼辦呢？搶運田書啊！搶師傅啊！上去師傅美夢一定不會呢。師傅可能這個會害到你。你們是想下班的時間？哎，不過大家解下很記得咯，你要手到係金白菇、金針菇，要調哦，用提。其實錯，記得係親切的關係啦。怎麼很像氧化了？哎，對，又都因為就講啊，你咁係廢鐵咧，其實唔係哦。人家金華菇就按到黃金鐘，它的多糖體然後金菌菇比高起來就3倍，有3倍。那個甜度咧，哈那個有6倍，所以盡量都好選。
啊，你们没有做过宫保？应该那个嘞。哎，小黄没有做过宫保，不要请师傅天数吗？哎呦，等下求救哦。求救啊！系啊。我问一下，慢年黑都警察 Q 周之公。哎呦，志工嘿，哇，好好。志工泡出来啦，也係嗰種係熬緊蜜草啊。你要買粉哦。地瓜粉。飯酥粉。撈去半煎炸啦。不要一起弄嗎？哦，先過河粉去係係。呢係火係水蛇哦。係哦，不吸油哦。係啊。你一做出來啊，我唔識做過。哎呦，梁沙都唔識做過。哇，你啊，我們等一下回來，然後你做宮保啊。等下吼，90來天數啊，我們先過去好不好？哦，這也可以啊。好，阿弟，好，阿子先。啊，擼一下師傅咧，擼一下師傅。所以我們不講時間，我們用咱擼啊嘛，該擼，我擼一下。先看一下哈。還沒。先看一下哈。先問一下，你家下要挑通嗎？還忙。還忙。我想講，我等下調一個半紅。只有番茄都啲袂拄甜啊。好，嚟繼續搶開始。一通哦，不用啲啲嚟炒，呢啲係會香。炒通。焦化嘛，哦，等下你要水煮也是混混而係泡，哦油而辣，他們不會剖，哈，不會泡，對，就是要給你剖的，就會滷啦，滷啊，我滷一下，要滷，姜嘛，藤條姜嘛，點點蔥拍，一水就會白姜，糖醋的灌甜，嘿，黑馬改，蒜甜會出來，香梅，記得幫我們標哦，啊，愛調油嗎？一啲啲就嚟配色，時間我好害怕。呢啲味，你哋飲強下了。哎呀，中式的。因為我們還在退冰啊。媽媽，我們重新包一個粉給他。我把最難的交給師傅的。好。這不能怪我們，因為你們。取家。哦，先取3家啦，好唔好？先不看呀。對啊。讓你聞起就油很煙起來。哦，師傅會出手到了，師傅。五子飯攞去聞煙起來，好。4、3、2、1。哦，要這麼多水哦。哎。等下你要冰下，你要冰下，不去煮啊，滾嘞，還是灌的。好。泡到怎麼辦？泡不去切切樣子嘞，它會變像炸水餃。一下子熟嘞啊。表演八張的就好誒，有8張嗎？有。把個不規則沒辦法動起來。就對啦哈。不規則去店都喊下醬，嘿，喊好醬。因為今天已經調熱的啦。啊，真嘅就沒凍熱。其實他才從冰箱拿出來10秒，你就邊端用熱。啊，你可以聽熱的啦。熱天凍腳嘿，要走對啦。你沒有看我們的英皇哥啊？他不願意離開。雲如姐，按我落下天數呀嘛。哦，係啊，好，拜託啦。冇問題。真係，不要炸掉，冇打鬆你咧。要係裝啲炸得起，冇打鬆。收得啦。就難對。OK，唔係冇。加姜啊，炒炒啊。好，謝謝。配菜姜下來呀。配菜也好。還要卡起來的哦。泰國不是有榴蓮街？對，你貴家串燙全會用榴蓮來。對啊。裝潢不是啦，裝潢如果是也很省啊，榴蓮殼的。榴蓮做，兩年可能會就想搶。不是榴蓮的名字哦。他女兒也來現場，我剛一直想說，我外面怎麼有一個粉絲在一直在拍我？沒有，我誤會了。你看每一個還沒就第一點下會讓落秀錢啦。不能拍黑哦。90天數啊，耐磨了。對啊，黑白郎君選哪一個？小戴師傅啊，小戴。講嚟講開油做嘅。好，來。你睇溫度係樣做得嘛？好，一散也係水啊。唔係油，也係油。不係少啊？唔係。宮保要先炒。開始計時哦。必須搶開始。又溫又辣嗎？哎，開始了，已經倒數了10。沒了，哎，那個不10秒，不是我說10秒後開始啦。對你真好，好了，10秒後開始。宮保要沖掉，讓阿姐分享一下。一般來你賣冰解花椒粒，啊，今日摸來冰解乾辣椒，落去辣椒的梅頭，落蒜條葉，落幾條講咩？落眼講，落大家講。還要講，不用麻個菇，還有鐵條。這個好像炒過的。對啊，這是加工過的。
啊，这个看哦，有看啊。香菇做得鲜虾，跟梅头炒一落合添，多糖。啊，还有个小黄瓜。哦。香菇类的干炒，炒海炒去香菇的梅头，合尾啊香。哦。啊，跟鱼就泡过，含散加海。啊，不过你要拖出来怎么个不用生的罐哦？连跳倒去啊，配色啊，配色，对啊。就像我们那边也有彩椒啊。所以姜婆基本性会辣吗？会有点点辣。那个。宫保鸡丁啊，你们有吃过吗？有吃过。有吃过啊。韩式猪啊，韩式猪，蒜汤有吃过啊。嗯。西。哇，就弄送要是5秒了。你一开始有送。选是 C。那你们好了。哎，等一下他又来做哎。一点点水下去，油做得啦。时间到。好，嘟嘟好。要下落去啊。好，等下下吃还梅头，该等下灌火海教一下。一起干没有吃烤跟梅头啊？好，来倒数哦。谢谢师傅。天草马送了都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了，吃看那体育馆内部卡米西卡站掉喽。好，两海体育馆哦，它家出动木匠给设出了边方料理，先来吃看那风吹的料理，来大家吃看那糖醋口味的嘛哈。米西条都肚好，当想饮食的名头哦，而且哈，你跟咸酸甜的时候用正经的토마토呢。去用今天的老给剪出来炒出来米头啊呢，然后是，这都安尼有甜咩嘅感觉。那唔就谈恋爱？係哦，比上到35年前的事情啊。當然唔用啥咩都會談戀愛。要，佢差唔多當日換，你講當日換去嘅嗬，唔想做生意嘛。沒有。跟你要不卡賣料理，怕搭出就糖醋嘅哦。冇啦，上下減啊啦，上下減，就實體度。對。當然是會壓嘅。面對現實一下。當是會壓嘛，做唔得嗬，我夾啊。那tomato醬哦，師傅炒得非常好，cái邊雪落咪鋪到非常好，我就覺得內頭就怪，可能係一個冇慣，但是我經常哦，其實肉都有像個糖醋的排骨的強韌，就係外皮可能下噴掉，然後底部係肉，嗰種感覺。當好食。重要的事情我講幾多擺？3道。好，來預備起。好事。怎么这么好配合？那你也是做。我很怕制作单位帮我上一个标，说请不要玩来宾。危险动作，请勿模仿。好啦，我哈那好食的係攬出嚟一片超多嘅，嘅5片用姜薄嘅方式來做。好，來。哎呦，這個是什麼金華菇，對不對？對。裡面按到金菇蓉，很甜嘅。這個呢是清爽版的宮保，很適合夏天。因為聽牛的食法，但唔會做講粗暴的感覺。你們家也有煮宮保料理嗎？少啲喂，因為比較少粗暴嘛。對啊。都在談戀愛這樣。雲茹姐吃用版，東後生。東站掉。哦。師傅我呀。師傅教得好。真的有被他殺到了哈。有好多啦哈，有好多嘞，好，所以等下就來看一下師傅應用版來評分嘍。競爭的時間到了，先來請準備師傅搶分數。哎呀，1分。來看一下小戴師傅。什麼意思？哦。好啦，準備師傅搶分數，不，搶公斤。一半冇咧，要幾分？再給一次啊！好，黑華川地咧，提出啦臨場反應啊，愛意變化，好，雖然你要停手，但是最主要係佢哋生意準備，好有那個東西啊，應該搭配嘅東西啊，創意表現出來。呢一片學你嚟講，油溫嘅部分嘅就要注意啊，5片嘅部分哦。因為油溫好高的，好不容易擦這樣嘅，含咩樣軟這樣嘅。好，來談看一下小戴師傅。其實2片的梅頭全當好，不過乃講一點點前差地方的，也該
馄饨裹粉的时间啦，倒的粉落去鼻涕啦，因为那是该地又是到一盒粉下倒。哦，那破冻式的时间，底下该粉冲倒是迄个该扣甲唔好啦，插落两片嘿。啊，冇按落就下两片。咱推两片哦，梅头拄好，就着该金华菇到该炒黄瓜梅头拄好，有点辣，有点该菜甜，加上花椒的梅头要下好嘿。好哦，阿娘的饭的体馆睇起来就平素咯吼。个个得到1分，先来休息下。今日呢，阿斌师傅带来买好料来抢台之间呢，马上交给阿斌师傅喽。师傅出台菜，轮到阿斌师傅上菜耶。今天我看起来很夏天的料理哈。嘿，菜名系乜嘅？炼乳芒果水润饼。哇！水润饼还没下盖。新竹啊，他新竹在地。新竹爱菜地的，这也是用剑都来做了水润饼，剑用剑的，后时咧 QQ 啊像有点像迄种白果嗰种的感觉。哦，很好吃哦。因为系咧有一款系芒果酱，哈，切的咧芒果打的芒果酱。好，其他咧是配色是讲芒果啦，好白日啦，白日啦，好他妈豆粉，咧系铺的个酥炸粉，咧用来铺东西的酥炸粉。而且挑的吗？太港有吃过水润饼吗？冇，水润饼没吃过。过，可能，俺没就看过 YouTube 影那个水润饼做做系口袋一样，就塞落口袋饼落去。啊，做嘛个切挑的哦。等下个煎。啊，你挑木唔买哦？挑木唔买啊？那些不要了。好了，本台个吃雪啦。好，我做吃雪，小个好。会好硬一啲啲啦，用用啊！你乱呢？冇啦，我要半香啊！来，按左教，要是按的是，按就是的嘞，按你是的，本来是新的嘞。熟的，这个好像安琪像面包一样呐，面包。早香香安尼呐，有一点肉桂梅头啲味道。好，粉的饼啊，落去咧芒果酱。哇，我唔是看过有人安样做。要么盖粉。该酥炸粉，酥炸粉芒果酱，这个是纯芒果酱，纯芒果酱，有不纯芒果酱？有啊，有啲会掺汤啊、水啊，天天咧搅，啊边搅本一定要看个会快去，好粉会散。又像乱风呢，睇下取到个水润饼口感用版哦。是啦，我说没有柠檬也买嘞。新竹一件停，新竹都太台湾了。该空军基地该的，那边存到一件，排队哦，排队哦，排队哦。好，看两个，好，因为看高有发图高度通西蛋糕，有发图高度咧饼蛋糕样嘅。哦，要过筛哦。要动吗？身体动。摇。画面不雅。请打马赛克。啊，过筛的目的係為到，但是你冇叫按潤的，這基本有一粒顆粒。等下到底要做乜嘅？做乜嘅要按油啊？混嘅水潤餅啦。哦，很像奶酪哎。曾經油辣油。楊枝甘露。可以喝哦。哦，睇到嗰啲是咧水潤餅。呢個幾圖？好，80度咩低溫？低溫120。120度。它以半煎炸，呢？但是芒果预热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不会，就是会流汗啦。好，像其他开始讲个小戴师傅来提手啊，不给或者是种面衣种样因不给煎了擦样因。你还有切嘅系白pan系吗？系白pan的，你了个煎的时间要注意哦，火莫调慢哈，火莫调慢。就这个像闻嗰种法式吐司呢。那讲种铺天板啊，铺天板没有，对啊，只是说让它黑要个反酸的时间季节性，我以前有做过个火龙果的，红的火龙果也是很漂亮。榴莲的，榴莲的，榴莲你自己吃就好了。我见到样板人都是。擦熟嘞哈，有擦熟的，两面有擦出做的，因为它本来是熟的东西，粉种的不给有点切样做嘞。所以应该係挑妹哦，但係係味道好款甜啊。我是未做得強下碗。我是佢係煎咪唔怕。但是咱冇用煎的，用鋪的未做得啦哦。未做得。加熱之後芒果很較香我感覺聞到楊枝甘露。對。我記當中是聞軟軟哈，
可能係因為水潤餅去水潤餅應該是本來上個莫寫完個吐司啊，美洲的。哦，就像法式的那種。法式吐司樣嘅，所以真的耶，法式小哥慢熟的樣嘅。哦。可以沾黑糖嗎？不行，會搶味吼。美洲的。其實伯謙如果真的用榴蓮，應該蠻有特色。其實榴蓮應該是泰國不是有榴蓮煎餅？對，你顧一家串燙千回用榴蓮來。對啊。裝潢不是啦，裝潢如果是也很省啊，榴蓮殼的。榴蓮做兩年可能會就想搶。不是榴蓮的名字哦。最辛苦的事情，然後最幸福的事情係乜嘢？數鈔票。是辛苦還是辛苦？辛苦，辛苦的在哪裡？這個問題，我先你家真熱情感故事。係啦，該需要用個衫哦。你就之後再個冰一陣麼嘢啊？那還有想做阿婆？做阿妹係自願的，做阿婆是被逼的。啊，做乜個換兩鑊咧來炒？咩啦？一講趕時間咩咩？趕時間。等下做擺盤呢？哎，擺盤跟繼光餅其實有點像，就是為到他頭擺可能打仗啊，他摸鳳皮許多天賦的時間。唔是表面像，唔是的。看他的正狗啊。夢一條就了。我照他啦。哇，水果然後表弟弟裝飾，光色搶色。表到水，係啊，表到水果就還冇強用嘅。我哋新年嘅同校哦，有人做阿公阿婆嘅嘛？有哦。啊，都。但係好爽啊！哇，還有煉乳啊！一家蘿蔔卡總是出去賣，哇，串燙2盤5包咧。這在泰國餐廳可以有吧？做啲芒果啊，啲都未凍在台皮嘅。剛剛講港配用量係天公嘅事情啊。來，俾大家看一下。好來。煉乳芒果水潤餅。阿娘就好食咯。師傅做嘢呢，整件同合適菜有甜食嘅時候，睇下叫我來品嘗咯。哇！當像泰國式的香蕉煎餅哎，用煎餅啊！它食住咧，未凍上嘅係要講嘅法式嘅吐司哦，非常好食，超好吃的。整件同好食，這個我要學起來。邊後有賣甜點哦？冇，仲有鹹嘅盒度。解出啦！解出要扣你。係啊，東雙口。我是講牛口感嗬，都新竹春豆一件都會賣嘅。水潤餅啊，水潤餅哦。係啊，見到有嗰種有貴嘅香味啊。同香，同食。兩套點心嘛，莫這個形容嘅口感啊，莫講嘅口味啊，我只講你基本之後咧。我真的願意為了這一道菜哦，只有30分鐘來跑操場，就為到兩片，超好吃。我剛本來想說吃一口就好嘞，因為兩片沒血嗆嗆。不是啦，沒有，沒有在戒澱粉。唔怕，是太重嘞。來，唔是食過啊，創新啊，好是啦。當到客家阿姐記得來講啊，個嘅粉啊，可能就加加卵啊，我想個水果咪做得。海白掌要用火龍果。啊，對，做啲幾款，做啲變化，對不對？加個煉乳，真是弄好食。臭。榴蓮考慮嗎？榴蓮啊，唔好食，太食。哇，那談一下，小戴師傅來講聽一下。其實當特別啦，吼，該水潤餅，該恁高海煎，該芒果的香味是不加凍香，是迄個口感凍好 ，QQ 的。整件都好食咯，大家就按我喏，大家呢都不卡咩做來吃做看啊。不過轉到比賽來講哦，頭前1比1咯。喺講真要表揚嘅話呢，最杯麵館好好嚟表起來嘅，馬上來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好啦，最杯麵館嚟到看啊，客家不卡地都有乜嘅秘密武器，一定要丟出來哈！來看一下壓箱寶到底係乜嘅秘密武器？
客家嘅乡村油，停啊一度停了25年。哇，这个是决胜的关键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唔错。这样子，黑暗用足多年不用的嘛？要多社会啦，多社会关系。看人做的啊？一乡村油挨包嘅。哦，你自家包的。包嘅错。用的番比当多，嘛该做做得落。面对拌炒嘅类嗰個湯醬菜啊，就太不易做。家落去就有客家粉嘅。好，咁今日要帶來最本味出料理菜苗都嘛該。黑撞羊鞭炒板條。哦，講到當有呢條呢。客家羊鞭炒板條，客家人最稀罕嘅嗬。錯。炒落去咧，等下人下就來，份數咩會停得來哦。基本上係按嘅。哦，有道理哦，哈。最本味一關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。阿哥上過前景，好面了。哦，我攬出嚟一片，完全唔會驚，因為見到大佬嘅動力可以媲美武器係乜嘅？羅劈杆。沒有。跟羅劈杆有按到財富，有按到彩票，算。好啊，我考你的呀。但這個是你們家最厲害的東西，係嗎？係。用法用講呢？以前做社會些爸爸媽媽哈，一直會擼啊羅劈杆，一直曉得擼。哦，其實特別的羅劈杆哦，是不是唔單想做啲做菜，讓大家咪係做啲直接選。從因涼拌用啦，所以你梅頭係爸爸媽媽記得傳下來，哇，要家的味道。是，所以你都有見有人拿兩木卡嘅梅頭做嘅料理，菜名按到乜嘅咧？羅劈杆炒肉。哦，那會炒肉，看起來跟那個客家炒肉係咪有啲關係？差唔多。最尾一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最近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哦！哦，莎莎開始了。哇，最本味一關了哦！來見證一下客家苗栗客家人的料理實力。大擺哦，都係最尾一關的是啲水起台，即係講啲國家嘅最厲害的東西啊。對，而且我會覺得吃到像木卡米頭咁樣。偷偷跟你們說，我們紅隊這料理厲害了。哎呦！譽為緬甸的快25年，要出吹啊哈！哦，有一天的高清這樣子嚟到。哦，冇買啊！真的假的？那我高清最後就挨啦。值錢的啦，值錢的冇買。皮膚卡寫的啦。因為什麼還冇平用呢？哦，對不對？嗯。你們地位又用買個東西來煮啊？紅蔥頭。哦。豬油嗎？豬油。是不是有干貝啊？沒有。你上強多啦，你上強多。你還沒跟上進步。沒愛上我先包呀。好啊。菜先切麼？但是應該要先切嘅咋？切就咋？愛先就切好嘅。切好咋來啊？朱姐，從家到點到地步啊？誰來負責來煮下多呢？愛。真勁哦！係啊，哦，那大哥怎麼還會切東西呢？伊哦，今日要天數啊，香港料出料理點好食唔到係冇。假使今日又講哦，大家實聽做嘛？你講私房料理，就是只有學熟食嘅人哦，點嘅時間長到炒飯機。做唔得啊，那會跌聲音呢。每一個客人都嘛是最重要的，應該是說每個月限定一天，點得到。哎呦，那不是塞爆了！那一天就只賣那一道，就只賣那一道，對。因為佢哋煮嘅啦，冇炒嘅，佢哋點樣去煮嘅？做得一張也賣嘢啦。好，我來給你一盒，我來給你一盒。對呀，可以採用。對呀，對。也給吼，你睇過呢？實力鼓州，為什麼你知道嗎？因為他女兒也來現場，前世情人也來了。哇！所以要好好的表現一下。我剛一直想說，我外面怎麼有一個粉絲在一直在拍我？沒有，我誤會了。啊，辦事不公，抱歉，你有粉絲來，結果唔該。你要拍照嗎？我還以為是你粉絲來了。是我爸爸。你還要回去都抬頭緊哦。太同志嗎？我是照顧他。對了。英環哥的粉絲上場啦！哎呀，感謝。對，我不要給他嗎？哎呦，你們那個是里脊肉嗎？是，係里脊肉。剛講你做阿婆呀？係啊。
还有上阿婆，冇啦，用的啊。上什么？上面摸也就他跟我同年啊，我有6个孙嘞，太幸福了吧？好係兩屆。啊，對，一集都兩個。該不會全部都是女的吧？咁那一集妹生妹天天，哇，我想平均啊，不然大哥又太幸福了。然後哦，莫了下吼，鄉下做小吃店啊，呢個最辛苦嘅事情，然後最幸福嘅事情係乜嘢？數空嘅時間，數鈔票。哦，賺錢的時間。辛苦還是辛苦？辛苦的在哪裡？這個問題我答過。你講，你怎麼辦？哦好，要辦。兩三年哦，鄉下做事，就是夫妻啊一起做工作。你知道最辛苦嘅？最心酸的部分哦，係哪一家呢？讓我講先。現在怎麼講啦？係啦，無線離家啦，無線離家真熱情感。係啦。而且政府還有規定講冇法度內用啊。哦，係啊，對，嗰產咩當辛苦哦，真種下做，嘅人講咧，強點門都關起來，佢第呢種下鉗槍冇，第呢冇開。係啊，清醒。該需要用架衫哦。啊，佢都佢冇都光然帶走啊。佢就只有這個兵役怎麼嘢啊？三個是這樣來的，中間有一個是 SARS。做事都冇輕鬆啦。冇輕鬆哦。好幸福嘅呢。會做得嚟啦。有咯，有考慮了，而且今年會養到3000的人啊，該去育費係。啊，好啊。托你的福。哦，拜託。你每一係咪就第一點下會讓佢攞收錢啊？可能係哦。可以吃包包來，中秋期間。等下跟你們家會計講一下哈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安子生。我們聞鄉下嘛呢？哇！這是客家炒肉嗎？炒呢一種係炒乜嘅是做的，主要炒乜嘅就好食。以前人是靠苦子專門用嘅攞皮乾哈，按炒啊咧哈，頭有字啊是都好食。好慳掉啊，係啦。你看人是有好，有魚有炒肉，有涼拌。哦喲，我看阿姐你切個魚就先不涼豆啊樣。係啊，一倒落去嘅時間先冇切斷體。哎樣係好看。哦。乜用之下退休嘛？唔做阿婆嘅啊？那還有上做阿婆？孫呢下個係咪人家老多年係媽媽？有哦，有可能哦。做以服案後。做阿妹係自願的，做阿婆是被逼的。你這個菜頭乾先有煸過的哦。有的，按煸過好夾。你看它有分開哦。分開炒，長肉見到啦。啊，做乜個分兩鑊來炒咯？咩啦？一講趕時間咩？啊！等下喺度倒轉去啦，嗬。咧全部係安樣係。跟辣椒籽末喲。強辣。這樣強辣。這樣太辣啦。好，我們大家過來好不好？這邊快好了，哈。家嘅係炒嫩嫩的哦。重新煸香哦。用白煸用白喏，冇強浪嘅。冇強用。20年的功夫啦，我講。但是我冇買嘢用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以前講贏下來講，我係個天然嘅料理。炒飯條一份。韓國做生意嘅人哦，叫暑假都凍假。他們很好哎，天天黏在一起，一邊工作一邊談戀愛。我啥牙齒有3萬啥咩會咬到我。啊，那你就用一下呀。有啦，較點。畢竟你們家女生那麼多。對啊，我冇皮膚啊。對啊。要搭翻個頭皮，我冇皮，我中意皮一點。對啊。俺冇幹錢的事啦。哇！他甚至不知道什麼叫錢。你冇看過哈？冇去看過。看得看到。懂啊。你唔知講點樣都得要賺錢嘅。唔知，他說提供認識盲掉錢啊。觀眾朋友知了，定軍字頭就係用起。走。像我做牙齒係冇。關係啦。20點鐘我見到對方，唔會查。其實要互相退讓，有很多的包容。我有奶哦，例如見面秀面拄好係技術嘅時間用辦本嚟。哦，安尼哦。對啊。沒有，都是雲中俺冇幹錢的事啦。哇！他甚至不知道什麼叫錢。你冇看過哈？冇去看過。看得看到。懂啊？你都寫書這位有天平啦。佢唔知講點樣都得要賺錢。
唔是，他说提供验尸忙了钱啊。观众朋友知了，定军字头就安用去。走。不说太敢聊一下个玉文面店来搞关，而且哈要付钱给老板。冇稀罕脏了好了。我是地摸人两天。你刚有试过后，我念的喂。一板跳筒筒系哦，有现筒过吗？不是，是在用炒冰摇来还是做的？那本身是熟的。哎，牛会加吗？对哈。最后姜爬去熟。先过一块。好。等下锅都上来。好。哦，你一片外河咧。河咧。哦。那你要来调面，调椒，韩国一些的米椒，韩国调副干，落过哈，这样子做得嘞。等一下会有一个很疗愈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调椒按用起落去的时间。当跳。七雄。哦，我来表染了哦。这就是他给他炒牛了。对啊。主要就是菜挑罐冇强壮，昆菜啦。哎呀，因为冇。芹菜可是各看各家。芹菜啊，芹菜每家都有放。太多嘞，按样做嘞。它的味道不一定食到个菜挑罐的梅西啊，芹菜有点抢味，那就好糖了再上进。这个是米酒哈，要等下用错。像还要那个，那这位嘞？怕辣椒，这样锅气就出来了。哎，对。怕太咸了，不要加。哦，变啲染啦。做啲加咗湯係冇？誒，加咗湯，鹹甜嘅。係，咁樣做得咧。啊，菜挑乾咧。啊，等下又挑啊，又果油咧，又果油咧，咁樣是 OK 咧。哇！咁樣是 OK。所以等下食落去嘅時候會烤咁樣。咁樣子做得咧啦，係。好了，那我們這邊差不多了哈。來隻拍呢？你隻。哦好。拍色啦，不會。等下好醬，要拍色好醬。好，你好醬呢？我好醬，謝謝你啦。咁樣做得咧啦哈，謝謝。來，加乜雞？加挑油。蠔油。加一些，因為挑油它冇那啲補充一些的安尼哈。跟牙牙嘅油葱加嘛？哎，最後加。安提嘅還蠻加。我們就等你加咯。好，差不多快可以了。可以嗎？哎，蓋起來好了，蓋起來。挑梅家還去挑過嘞。都調味都調過了。哎，我最後，這都最後。啊，你用啥？除了下強下做水之外，又買強壯嘅芡絲。強下水冇啊？強下芡絲啊！哦，其實也當簡單，強下芡絲就講。洗太價做太價下班太價料安尼，很好。呀，你阿貨對好。哇！米米不叫粉，好就點咧哦。誒，想我做牙齒係冇？關係啦，關係啦。嘅靈魂呢？裡面有記得係加嗎？好，哇，好，要水母它要表蛋糕，好，留一些的。好，我們去倒數咯。好，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係吃看那最杯米館，來無卡米是較針的咯。最杯米館嚟哦，台下拿出自己的壓箱寶，現在吃看那風吹呀嘅，哎，這個是後片油漿之類都會炒半條哦，來吃看那。哦，非常的滑溜誒，很香哦。哎，基本上每一隻板條哦，都是滑進我的嘴巴裡了。超級咕溜的，最主要係乜嘢？油滑應該。別香又別到。係要油香出係油滑。你喺嚟買呀嘅拍成嚟做得唔好哦。我做得啦。濃厚色咧，而且這比較是濕炒的板條。對，它濕的。濕的喂。哦，當香。你那個靈魂啊，你別個嘅油葱有冇？香葱油。洋葱油後色，真嘅。雖然老愛印象當中日版哦，食到嘅炒板條還冇強壯，不過我覺得它當厲害，當好食。兩位阿姐知道呢？好食。cái炒板條風雪老自家炒風雪強壯冇？差唔多。係哦，不過吼，客家炒哦，要個菜頭乾哦，應該是要個熟隻麻隻兩片油了。講緊係西方適用版，講緊就會個炒啦。看起來大家點差咧吼，結結嚟食看。好，按叉仔。食看啊。我最好食嘅菜脯哦，就係因為佢食起來就係烤，加上其他嘅料哦，全部就別多。跟下阿姐哦，喺拌涼卜咁樣，甜甜嗰啲別超級香。很香哦，第二個呢我放乜嘅？放椒村嗬。炒放菜，放椒菜。
我家嘅萝卜乾要㗎，要屈進感，對唔對？客家芫荽嘅傳統嘅。哦，你客家芫荽真係冇煮菜哦。公學菜，你這個客家炒肉做得係一定讚，你的那個菜條感本給錦上添花，很厲害，因為佢食起來還會有一種轉甘的感覺。甜甜的，非常好。哦，安子說啦，希望師傅們就感受到呢一種味道，來看下幾多嘅分數咯。來，阿斌師傅，搶分數。有可能哦，來看下小戴師傅。係啦，真緊係東南片啊。阿斌師傅真公平。家出老幾嘅秘密武器，真緊出表現到義和東南片啊，所以要相當起來，分平數係最好嘅方式啊。兩片全凍好，不過一天內很難見一面，然後見爛腿，冇本來扣到分數。兩片風腿本來扣到分數嘅該作用，選的里脊肉。唔錯咧，你全梅花肉，係個雞肉，三層肉，是唔會攞咧，係食起來是唔會讓你食，係唔會差落嚟。係啦，唔係煮唔好，全凍好。係啦，就講怕講煮湯會話，等下你養又排泄，人家用嘅都可能變銀行嘛，錯冇？好了，恭喜大家，馬上就來頒獎咯！耶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大家！今日比賽呢已經有結果嘅嗬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哎，大哥，你搞錯了，我幫你直接交給他。哦，對好不容易小龍送上一大兜錢呢，拿到這個也不知道這是什麼。好，來看一下藍色呢一片呢係大條名得到係2500塊嘅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謝謝。哦，今日呢看到你馮翠呢，條家娘哦，竟然整集都在晒恩愛。係啊。對，老太分享一下你要參加嘅感想。係啊，想要拜他算第一拜參加，哎呀，客家天師都一家之主啦，伊個機會，好，就等我大家來呀交流，好，學伊個術語，好識咧，好，介紹本大家，也係最主要目的就係安尼，好，感謝，一拜本來就機會哈。家娘可以講，睇自家好食法最甜咯。係，做得冇起點來小點嘅錯嘅，好，歡迎。唔過佢炒半條冇。誒，冇，特別甜到我甜。非常嘅歡喜啊！希望有機會再過來參加。真勁哈！真勁咯！哦，我看一下咱出嚟一片小姐拿姐哦，那大家講。謝謝，有機會來參加呀，非常榮幸。謝謝大家按在照顧，我哋都有機會，我阿所謂蘿蔔乾表現出來，不跟大家啲，我所謂做蘿蔔乾真係當好食。係啊，恭喜！謝謝。節目嘅故鄉嘅太高太子哦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真係來釣鬧熱呢。唔可能有按好嘅緣分。一般來講嘅話，東南地有按樣依家下做鄉下以外，還做得食到富強嘅好料理呢。故說人生就係按樣，乜該你冇嘗試過嘅事情哦，就去勇敢的嘗試，你就會發現到越嘗試新鮮的事情，你知道嗎？會變年輕哦，幫助你的海馬回更年輕。真的。所以我今日非常歡迎所有嘅朋友，無論你係幾多擺來參加比賽嗬，就係來到節目當中感受冇強壯嘅參加嘅歡迎，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依家資助等於強下來都有條 V 分享楊富卡嘅好料理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